明显的不足，会变成机车会就是占用停车格啊，或是随意放。因为这个地方可以算是蛋黄区哈，平日其实就不好停车，假日更是一位难求哈，所以我想哈这边的停车问题的确是非常需要受到一个解决。很期待，也乐观其成。很多年轻的朋友啊，骑着机车或者是外地的游客来到台南，有时候他们租个机车就到处走走玩玩吼。那我想这个机车的停车场吼真的是很棒哦，可以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那当然也希望说这个工程可以如期的完工。美术馆在这里设立了之后，我们很多观光客啊，不管是本地的或者是说外地，他到台南来租车的，他们都希望说机车比较方便，也当去一罐二罐安尼才踅来踅去，尤其台南这个是美食圈呐。所以你提供一个机车的停车空间来讲吼，对咱发展观光有非常实质上的帮助。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会当真紧的来完工，完工了后来提供给所有的消费者来使用吼，这对咱的帮助是真大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来台南旅游最常使用的代步工具通常都是机车，不过台南假日往往人潮众多，车潮更多，机车停车格通常一位难求，违停状况非常严重。台南市政府交通局为了改善孔庙商圈附近的停车问题，将于本市新建第一座机车立体停车场，3层的立体化设计将提供104席的机车停车格，预计明年完工。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交通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交通局长王明德，这边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台南市第一座立体的机车停车场。我们都知道这周遭是孔庙文化园区、文学馆，还有这个美术馆1馆哦，所以周遭是有非常多的市民朋友跟一些年轻朋友外来的来到台南之后租机车，一定会在这附近走走逛逛。那所以市府呢就清查这附近有没有闲置的公园，因为这附近确实没有办法找到大面积的这个空闲的土地，所以当初清查就找到这边有三栋联动的这个旧的建物。那我们清查的时候，那时候是荒废了，而且已经超过使用年限。10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会决定了，就是这个建物是要报废之后拆除，然后来重新新建一座新的立体机车停车场。这会是一个3层楼的立体停车场，那总共的停车位有104个机车停车位。哦，那我们会把这个无障碍跟这个绿能的机车停车位摆在1楼，方便这个无障碍使用。那同时这个停车场我们会是一个开放式的设计，1楼会有退缩的空间，然后会有中庭绿地。另外是建筑的设计，我们会尽量跟周遭的这个历史建物来做融合，让这个景观呢能够有达到的整体感。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21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定期会上午由交通局进行业务报告甲质询。这个因为肺炎疫情的影响，除了完善的小港机场快捷公车停开，另外商站观光巴士也被议员批评。议员建议交通局爱甲业者沟通，一方面延长票价优惠，另外嘛爱加强行销。台南市商站的观光巴士对民国107年营运，会用的讲是逐档了钱。虽然前2档是由业者自负盈亏，但今年起市府嘛将编列经费来补助营运。对南部炎热的天气，加上雨季来临，议员表示，商站的观光巴士根本就无诱因，因此提出票价优惠的延长，甚至车体改造等建言。现在的状况。马上我们就要因应疫情后的振兴了。那请问一下，双层巴士在疫情后的振兴经济、振兴台南市的观光旅游这个区块来讲，你们有没有跟业者做一些所谓的沟通，让业者能够积极参与？刚才王家珍议员提到的遮阳的部分，我倒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拉那个遮阳绳？像那个公园的游具有没有上面的那个遮阳绳？对，事实上它可能有遮阳的效果，又会有一点山风的感觉。
有关这个车体能不能做一些这个设施来做遮阳哦。那目前我们了解北部有一些双层巴士业者正在做相关车体改造的研议哦。那因为这个会涉及改装的这个法规的审验，那这部分我们近期正在了解中。那我们也邀请府城科院一起跟我们去了解。那后续我们会朝向可以来解决，比如说是这个，因为我们也希望某些时候不热的时候可以打开，那热的时候可以有一些遮阳的措施。对此，交通局长王明德嘛回应，依照乡站的观光巴士，目前淡旺季的营运量大约每个月1000至3000人次。目前推出有观光客优惠，是一日票的半价，市民票99块。原本优惠只到3月底，现在嘛延长到5、6月，甚至是暑假。未来配合观光旅游，嘛将推出包团或者是结团的促销方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针对交通局的业务，有多位议员关心铁摆营运。目前台南市60个站，除了真悬的建地费以外，每一档阁爱补助业者营运费用，也就是讲，设愈侪站，就爱补助业者愈侪钱。所以议员就呼吁交通局应该评估每一站的营运状况，该汰换的地点就爱汰换。台南市铁摆自行车的租赁站，按照大细站不等。平均一站的设置费用，对数十万到上百万不等。以目前全市总共60个站，建设费用超过5000万，加上逐档爱阁予业者营运费用，伫个当年了钱的状况，议员蔡淑惠建议交通局应该爱建立一套评比的标准。光建制费到每一年要委外给这个营运公司去营运，一年比一年更多。那我们也很多人一直在设这个要求，要设这个 T-Bike。我一再跟我们庄科长讲说 ，T-Bike 的设置你一定要有一个评比。我这次再次跟局长提，因为我没跟你提过，一定要有一个评比。这个站的营运不好，撤站换到有在争取的站试试看。是。我们不能一路这样子亏损，然后一直加站，一直加站。喝康给的营运公司，事实上 T-Bike 的那个营运是这样的一个失败的状况，我们要去检讨。另外，伫停车空间，目前市府正推动的立体停车场，除了伫个水碧湾甲国民运动中心边仔的立体停车场正咧施工，议员查袂雅嘛关心文化中心的立体停车场规划，担心出入口的道路宽度不足，恐惊未来造成出入口的拍角。对此，局长嘛回应，伫个评估的阶段，交通局一定会将周边的道路纳入考量，做整体的规划。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肺炎疫情的冲击，观光旅游、餐饮甲运输业受到上大影响。为了协助业者渡过难关，市府成立台南便当大队，线定点餐系统。希望帮助餐厅增加订单，并且补贴客停车外送的费用。在这波疫情的冲击之下，台南的观光、餐饮、运输、饭店所受到影响，拢是上严重的。市府思考要如何将需求甲供应两端连接，成立台南便当大队线顶点餐系统，每下工业区的厂商订购餐厅业者便当，并由客停车业者负责外送，创造三赢局面。饮食业者、餐厅业者、计程车业者、大众运输业者、游览车业者，还有旅行社，还有旅游景点，这些都是冲击最严重。连接到工业区的业者，工业区的业厂商，他们平常四散让他们员工四处去外面解决，这样的话，不如就订一些知名饭店、餐厅的这个便当。然后呢，计程车大哥他们本身。这波也受到冲击，我们就请他们计程车来载送这些便当，所以便当也有的卖。那这个工业区他们订便当也方便，那计程车也有这个运送的踏次，所以说借着这样子三方连结起来，我们就可以创造出需求跟供应。由市府所成立的台南便当大队点餐系统，因为无像其他外送平台的抽成，所以餐厅业者拢有期会当收到成效。这是市政府成立的嘛，所以相对的不会有抽成这些问题。那我们如果找一般的外送平台或怎么样，那些的费用就会很高。对，那当然我们希望说这个有一定的成效。
虽然今日是台南便当大队开卖第一天，但是就收到1100个便当的订单，相当无简单。不过，这项服务目前只供应工业区的厂商，对着其他的区域或者是个人的订单，要看后续的状况才来规划。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目前肺炎疫情暂时得到控制，主席基金会为了感谢辛苦的警察人员，特别准备素食便当，21号中昼送到警察局第5分局。市长也到场肯定主席爱心。画面当中会使看到，不管是警察人员，或者是志工队，拢食到同款的便当。这个素食便当是由着主席基金会所准备予警察局第5分局的。除了感谢警察人员伫防疫期间的辛苦，也是希望趁这个机会推动素食防疫的观念。市长王伟特也特别出席响应，也鼓励民众会使多食健康的素食。我们常常从小开始耳熟能详，就是每逢初一、15，电视广告都会播出要吃这个素食的罐头啊。但是我们觉得，其实慈济推广蔬食已经相当久了，不见得只是为了宗教的缘故，更为了这个环境的因素以及保育的因素。我们常常也讲说，高度怀疑这次 COVID-19，这个是因为野味市场啊，但不管是不是因为野味市场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病毒，总之对于生态的保育的观点，我们这个本来做蔬食是对生态也好，对环境好，对个人的健康体内的新陈代谢也好，当然也有宗教的因素，所以不管您是哪一个因素。养生因素、保育因素、宗教因素，都是蔬食都是可以这个让您做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会中主席基金会也特别准备了总统送予防疫国家队的台南好面、英雄面予第5分局。市府也呼吁市民要做好防疫的工作，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肺炎疫情造成真侪活动被取消，其中学校的毕业旅行也被认为会取消。不过现在因为疫情暂时得到控制，经过11个县市进行讨论，最后决定毕业旅行将会继续举办。正正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台南市各中小学的毕业旅行范围被限制伫市内。随着国内的疫情暂时得到控制，台南市长王伟特21号下午也宣布。伫落实防疫新生活的原则之下，对今仔日开始开放跨县市的毕业旅行。但是根据防疫安全的考量，毕业旅行的地点也将优先选择已经开放毕业旅行的县市。同时，市长也呼吁这个县市会使选择台南作为毕业旅行的地点。跟各位好朋友及跟台南市的各级学校的老师、校长、同学、家长来做一个宣布。因为疫情防疫工作的一个进程我们跟桃园市、基隆市、花莲县、台东县、宜兰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屏东县一起共同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们毕业旅行可以开放举办。那这几个县市也是同步宣布开放。那因为还有其他的这个没有开放的县市，我们就不去打扰了。所以这目前为止是11个县市这个开放毕业旅行可以举办。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个开放的县市的名单提供给各级学校毕业班的同学
让他们及早要规划毕业旅行的时候能来得及，因为毕业旅行通常都在6月份，那今年又晚了2个礼拜来开学，所以说加上指考或者加上会考，所以说毕业旅行的时间往往这个有一些延宕，但是我觉得其实要玩就要玩得安心，玩得健康，所以说在游览车上，希望说大家就遵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说坐固定的位置，然后这个必要的时候密闭的空间可以的话戴口罩，反正车子里面开冷气应该是蛮凉的，但是户外就没有关系了那因为都是自己认识的同学，所以说这个实名制就不必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彼此都认识。那到时候学校因为要做旅行平安保险，也都会登记姓名，所以这个实名制就等于就间接落实实名制了。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各位报告。教育局长郑新辉表示，毕业旅行是学生重要的回忆。随着疫情暂时得到控制，会使办毕业旅行，但是游玩要遵守基本的原则，就是保持社交距离。如果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就要挂嘴烟，嘛要勤洗手等等。希望在兼顾防疫安全之下，留予学生美好的回忆。安心健康游，欢迎来台南。本新闻记者李采访报道。港区一间新开的臭豆腐专卖店，因为因的臭豆腐是用冷摆发酵方式来制作，所以口感非常的特别。而且头家阁用青嫩果甲柑仔蜜来做配菜，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推荐。煮甲酥酥香香的臭豆腐是真侪台湾人喜爱小食之一，但因为臭豆腐的独特气味，互真侪人毋敢接受。东区牛龙路顶一间新开的臭豆腐店，因兜的臭豆腐就是采用2次发酵的做法，不只会当降低臭豆腐的味，佫会当增加酥脆口感，受到消费者的推荐。它这个蛮特别的，就是有加这个，这是番茄嘛，对，然后像它那个还有芒果青这样子。第一次吃到臭豆腐加芒果青。芒果青哦，对，而且吃起来口感会不会很奇怪？不会啊，还蛮搭配的，意外的搭配。这边的那个臭豆腐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它比较跟传统的不一样。哎呀，这个比较类似那种酵素的那一种臭豆腐，它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老板还有搭配那个情人果啊，还有番茄啊。我之前是没有这样子吃过啦。可是我上一次吃过之后，我觉得那个臭豆腐然后它配那个水果一起吃别有一番滋味。我看如果你想尝鲜的话，也可以试一试。臭豆腐主要就是用2次发酵，2次发酵之后让它的口感会更酥脆。然后我们在炸的过程里面高温去油，然后会造成比较不油腻的感觉。然后我们在臭豆腐里面的泡菜，我们用水果醋去做腌制。所以它比较清爽，然后带一点水果香。然后我们在臭豆腐里面，我们还会加一点水果，这是在组合上又更创新，也是在传统的味道里面找出一个新的组合。目前虽然是防疫期间，真侪餐饮业者的生意拢受到影响，但为何整块臭豆腐的头家钟梦忠较选择伫这个时期开店？伊表示，其实我一直很相信我们台湾的政府对于这疫情的控管，那还有我们也依照政府的就是建议跟规定去做定时的消毒，然后环境的整洁，然后我们主要也是推广可以外带外送，就是让消费者可以有安全的环境，可以吃到这美味的，就是台湾的道地小吃。业者运用卡斯研发独特调味粉，加上金灵果甲番茄创新搭配，互顾客朋友一再上门交关，大力支持。拜拜，赞哦要来哦！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妇女朋友生囝为产前到产后拢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基美病院为了打造上界安全的生产环境，为判断囡仔敢有无正常的高赞储超音波，一直到防止生产大出血等等，推出一条龙的专业服务。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18年台湾的产妇死亡率每10万名的活产会有12.2人，是10年来数字上悬。其中死因占大部分是因为出血。对此，基美医学中心为了打造孕产妇上安全的病院，特别推出专业的服务，对产前的检查到生产过程防止大出血，
以及产后的关怀照护等一条龙的服务。我想奇美医院是最安全的医院，然后那以一个妇产科的医师来说的，一个妇产的医院来说的话，我们是全方位的照顾病人，因为生产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就是胎儿要安全，妈妈要安全。那奇美医院从怀孕产前高程度就是高度4D 的超音波，然后到产中，妈妈如果大出血的时候，奇美医院可以为你做最完整、最安全的处理，不需要开刀，帮你做血管栓塞。到你产后如果有产后忧郁的时候，我们知道产妇因为忧郁产后然后出事的病人其实也不少，所以我们在奇美医院的话，可以从产前胎儿的照顾。生产的时候，生产的风险，到产后妈妈心理的评估，做全方位的照顾。那我想目前在中南部大概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其他的医院可以做到像奇美一样，从胎儿到妈妈，从生理到心理，给胎儿跟妈妈做最全方位的守护。其中伫个产检的过程，奇美医学中心妇产部嘛建议，至少应该接受一间的高层次超音波的检查。不但会用个事先了解胎儿是毋是有顾养，而且嘛用个早期来拟定治疗的方针。高层次超音波的目的呢，是为了筛检胎儿的结构异常，这相信一定是所有准爸妈最关心的问题。那高层次超音波它的需求其实跟一般产检超音波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它要高解析度；第二个，它做的人要经验丰富，那他才可以分辨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有异常的问题。再来呢，那我们后续就发现这异常之后要怎么处理，要如何转介，那这个也是需要背后的一些医疗资源。所以呢，这个高层次超音波，其实目前我们医院是建议每个孕产妇大概在周数20到22周，也就是孕期中期的时候，都应该接受一次高层次超音波。那目的是筛检胎儿的结构异常。根据奇美妇产部胎儿超音波的统计，伫个106年到108年接受高层次超音波的检查，大约有3%有发现先天性的异常，需要后续的追踪加产后治疗。不过因为该项的检查是属于一般自费，检查时也是要甲医生做进一步的评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乌云正好，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29度，落雨的几率有8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5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